一對好嘅長課練習鞋需要嘅咧唔係澎湃推進力同埋極致速度，而係安穩嘅舒適感，令到跑者唔會覺得跑步咧係一種痛苦嘅折磨。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紹一對令到你享受跑步嘅長課拍檔 Altra 最新頂級緩震練習鞋 FWD Fear 2。歡迎收睇 Wasserman Channel， 呢個係專門介紹跑步裝備嘅 channel。如果你對跑步相關資訊有興趣嘅話咧，歡迎訂閱。今集嘅實測跑鞋由 Altra Hong Kong 提供，而內容咧全部係由我自己獨立製作。先講下 FWD Fear 2嘅核心數據先，官方公布嘅 Stack Height 咧就係後踭37mm， 前掌33mm， Heel Drop 4mm， 重量實際磅過之後 US 8號半，左腳重269g， 右腳咧就係266g。以頂級緩震鞋嘅標準嚟講咧，算係中等偏輕嘅重量。咁啊 ，FWD Fear 2嘅鞋圈咧就係用到 Altra 最闊嘅 Original Foot Shape 噶，咁啊保持住翻品牌最原汁原味嘅闊鞋頭。咁啊佢嘅鞋內空間十分之充足，好啱闊腳掌嘅朋友噶。咁啊不過咧我都係着翻 US 8號半 True Size 就可以噶啦，冇編碼。FWD Fear 2用到 Altra 最新嘅 Ego P35 中底，咁啊根據官方資料 ，Ego P35 中底比起上一代嘅 Ego Flow 咧嘅柔軟度係提升咗19%，回彈咧就係提升咗15%，咁啊風嘅密度咧有所調整，所以咧跑鞋都可以更加輕盈噶。根據國外網站嘅實驗評測數據 ，FWD Fear 2嘅 cushioning 咧係唔錯噶，咁啊至於回彈力咧就比起平均低少少咁啦，咁啊符合翻佢重視緩震嘅 trainer 設定嚟嘅，咁啊至於中底硬度咧就係屬於偏軟噶。就我自己嘅個人實測感受啦，咁啊 FWD Fear 2俾我嗰個印象咧就係個 cushioning 十分之出色，咁佢個腳感咧就係偏軟咧，但係都不失一少少韌性嘅。咁啊跑動嗰陣時咧，雙腳幾乎咧都係感受唔到衝擊嘅，但係又不至於話完全 feel 唔到個地面。咁啊長時間跑動之下啦，講緊跑緊15K 以上咧，嗰個腳感咧依然係好舒服噶。咁啊 FWD Fear 2嗰個回彈力啊同埋推進力咧就比較低噶啦。咁佢跑鞋嗰個 walker shape 嗰個設計咧，亦都唔係話好 aggressive 嘅，所以跑緊嘅時候咧就冇乜介入感，中意自然腳感嘅朋友咧就會相當之受落啦。咁啊，以上呢一啲設定咧，其實就唔係好啱啊跑得好快嘅，但係如果做一啲低強度嘅日常訓練啊同埋長課咧就好啱啦。作為一對長課鞋 ，stability 咧就好緊要嘅。咁啊 ，FWD Fear 2啦，雖然咧跑鞋嗰個中底物料咧係偏軟啦，佢亦都冇一啲額外嘅穩定系統嘅設計嘅。但係因為咧佢 outsole 嗰個面積夠闊，所以咧佢嘅 stack height 嗰個面積個比例咧其實分別咧都有3.42同埋2.59噶。咁喺結構上咧已經帶嚟咧十分之充足嘅穩定性。咁啊實測嗰陣時咧，就算講緊跑長距離嘅時候咧，都冇話試過咧出現中底內側塌陷嘅問題㗎。咁啊腳感偏軟，同時不失穩定咧，就係 FWD Fear 2作為長課鞋佢最突出嘅地方啦。FWD Fear 2嘅鞋面咧就係用到2層嘅 Engineer Mesh 啦，咁佢嘅質料咧就有一定嘅厚度嘅，實測嘅感覺咧就覺得透氣度一般啦，咁啊唔算話好透氣，但係又未至於話好局促嘅。咁啊呢對鞋啦就個鞋領嗰個包覆咧填充咧就唔厚嘅 ，Heel Counter 嘅硬度適中啦，喺頂級緩震鞋嚟講咧，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輕盈嘅包覆設定噶。咁啊不過啦 ，FWD Fear 2嘅鞋脷嗰個填充咧就好厚。再配合翻對鞋咧係有連接嘅 Gusset Thumb 設計啦，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 locking 鎖定感噶。咁啊再配合翻 Altra 嘅招牌 Original Foot Shape 闊鞋圈啦，咁咧同時咧就係做到啊鎖定到嗰個腳背啦，同時咧又唔會話太壓個腳背，腳掌又可以自然張開，整體嗰個穿着感咧都係屬於舒適嘅。FWD Fear 2個 outsole 啦，除咗內側嘅部分咧，其實其他咧都有一啲防滑嘅橡膠包覆噶。咁啊，防滑橡膠咧就厚4mm， 數據咧都唔錯嘅。咁啊，始終啦，我實測嘅時間唔長，所以咧都冇試過喺濕滑嘅地面上面跑啦，亦都冇話有太長嘅里數去評價到佢嗰個耐用度。咁啊，不過啦 ，Altra 嘅路跑鞋嘅防滑同埋耐用度咧，不嬲都唔錯嘅。咁啊，再加上佢評測數據唔錯，咁啊，我對呢一對鞋嘅 outsole 咧都會係有信心嘅。
整體嚟講啦 ，FWD Fear 2咧可以用平穩舒適去形容。咁啊，佢冇好強勁嘅回彈推進啦，就唔適合攞嚟去跑一啲速度課啊，或者攞嚟做賽鞋嘅。不過咧，佢就有好充足嘅緩震啦，同埋一個足夠嘅支撐。咁啊，再配合翻啦，佢中間偏軟嘅舒適腳感，同埋一個充足嘅鞋內空間咧，咁跑一啲 easy run 啊，或者跑一啲長課咧，就係 FWD Fear 2嘅最佳射程啦。咁啊，跑5分半啦，或者更慢嗰個 pacing 咧，基本上咧都十分之適合嘅。比起其他牌子嘅長課鞋 Ultra FWD Fear 2有啲咩特點同埋優勢呢？咁啊，我揾咗幾款啦，都同 FWD Fear 2定位相近嘅鞋款比較。咁大家咧，首先可以睇睇幾項重點數據嘅比較先。咁 FWD Fear 2最突出嘅一點咧，就係首先佢嘅鞋內空間咧，就係咁多款跑鞋中最闊嘅。咁另外啦 ，FWD Fear 2佢嘅重量偏輕啦，中底亦都偏軟嘅。咁佢嘅 heel drop 咧偏低，比較適合中前掌啊呢個着地嘅跑法。咁啊，如果你追求嘅係一對可以俾雙腳嘅腳掌放鬆啦，同時咧追求一啲比較自然跑感嘅長課鞋咧，咁樣 FWD Fear 2咧就會係你嘅選擇啦。以上就係 Ultra FWD Fear 2嘅實測報告，好多謝你可以睇到最後都要戴翻個頭盔先。我只係一個視跑步為興趣嘅業餘跑者，呢個唔專業嘅實測心得呢，只係我自己嘅個人感想嚟嘅啫，僅供參考。咁啊，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希望你可以讚好同埋分享片段。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想交流，或者有任何跑鞋想我試嘅話呢，就歡迎你喺片段下邊留言。如果你想定期得到唔同嘅跑步裝備資訊，就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嘅 Wasserman Channel。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最大動力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